站住！站住！哎！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大活人！我要见你们的天齐娘子。大人请进。司寇大人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免礼免礼。你怎么会認識我呢？大人德高望重，天下有誰不認得大人？不見得不見得，我來幾天了，還沒人認識我呢。大人說笑，憑大人的聲勢，走到哪裡也是前呼後擁，車前馬後。娘子真會說話。大人是來追捕燕逍遙的。你怎麼知道？全街的人都知道。千萬別在我面前告他的狀，我已經夠頭疼了。既然如此，大人又何必遠來沙漠呢？職責所在，迫不得已。況且，連美玉侯這樣的人物都來了，本官怎麼能不來？這麼多大人物來到葡萄城，一定會很熱鬧。熱鬧，熱鬧還在後頭呢。客官，您要用點什麼？住店。住店？我們這兒啊，什麼都有，就怕客官您呢付不起房錢呢。哦。我說老闆，啊，你看我這靛銀子夠不夠一天的房錢？客官，這要照過去嘛，夠客官住上半個月的了。可是現在，您看看這塊牌子。我就是看見那牌子，才要住這兒的。可是現在的房錢是一天1萬個大錢呢。客官那點銀子，只夠住半天的房錢呢。如果我把這畫戟押上，它能值多少錢呢？這我可做不了主。哦，想不到堂堂的御前侍衛沙鐸，竟然連這點事兒都做不了主。你到底是誰呀？沙溪，你怎麼了？沒什麼，這位客官要住店。我要去買些東西。好，你去吧。我是誰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別讓南天星看見你。他現在可是朝廷的美玉侯啊，如果讓他知道你就是當年的那個御前侍衛沙鐸，哼，恐怕你的腦袋就該搬家了。你來就是為了告訴我這個？
这是什么？放在酒里。哎呀，菜是好了。嘿，哎呀，燕爷，这位小老板娘烧菜的手艺，那可真是非同寻常啊！别的地方我可不敢说，葡萄城里大大小小的馆子我都吃遍了，还没吃过这么好的菜肴呢。今天生意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今天来了一位客人。谁？蓝雕，飞拓商队的双脊蓝雕。蓝雕来干什么？他来讨债。他怎么说？月上中天时交货。你欠他什么债？哎，说来话长啊。我本来是御前侍卫，和一位姓韩的婢女私定终身，不料事情败露，韩姑娘冒死帮助我逃出城外，韩姑娘却死在回城的路上。我怕他们追杀，就改头换面，打掉门牙，在此苟且偷生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，蓝雕一直在暗中紧盯着我。这么说他是威胁你了？他说要是我不按照他的命令去做，他就把这事儿告诉给南天星。你也知道，南天星是朝廷的美玉侯，如果这事儿让他知道了，我必死无疑呀。所以，我也就答应了蓝雕的要求。蓝雕希望你怎么做？哎，也没什么，就是让我在酒里边下一点迷毒。可我一不小心，我把一整瓶都下进去了。燕大侠，能不能告诉我你此行的目的？你知道我是来杀高爷的。我问你，柳云龙现在在哪儿？他拒绝跟我合作，所以我送他到该去的地方。你说的可是实情？你真的想知道柳云龙在什么地方？当然，在你身后。野店凶险，早有所闻。看来我确实低估了你呀。如果我们三个不演一场戏的话，你怎么会中计？
现在我们谈谈该如何合作吧。你想让我背叛刀爷？不错。即使我背叛了刀爷，你也一样杀不了他。你只管合作，杀得了杀不了，那是我的事情。要我合作，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要先替我杀一个人。谁啊？杀鸡。杀鸡我不能杀。哼，那你也休想让我合作。一个从宫里逃出来的奴才，怎么能跟刀爷相提并论？从这里就能看出，你没有打算背叛刀爷。刀爷如果一死，飞驼商队就会崩溃，小孤城也会土崩瓦解，沙漠里的汉人兄弟也会遭到杀戮和凌辱。更为可怕的是，这将使定远侯30余年的苦心经营化為烏有。我听說刀爺拒絕了朝廷的封敕。刀爺對官爵權位根本沒有興趣，留在西域謝絕封敕，那是為了商隊的兄弟姐妹。我看未必。刀爺擁有龐大的飛陀商隊和無數的金銀珠寶，可他並不滿足，他想做西域諸王。這完全是誣陷！你到底是誰派來的？我還聽說他暗中和紂奴勾結，以交出孔雀刀為條件，讓紂奴為他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。這完全是胡說八道！從我易經沙漠開始，就接連遭到紂奴的襲擊和暗算。他明明知道我是來殺刀爺的，按道理他應該跟我合作才對，為什麼反而攻擊我？這我怎麼知道？反正刀爺不會和紂奴勾結。你憑什麼說他不會？哼，這你不必知道。燕大爺，這不必為他費口舌。這句話什麼意思？時辰已經到了。什麼時辰到了？燕大俠。嘿嘿，老闆娘，你一定不明白我是幹什麼吧？哼！蓝九爺，他喝的酒裡確實有毒，不過不是你給我的那種迷毒，而是一種更劇烈的毒。你可知道我這樣做是為什麼嗎？嗯。哼。在我到來之前，你已向他出賣了我，向他說出了迷毒一事，以便取信於他，對嗎？不錯。其實你早已在酒中下了這種毒藥。如果我沒猜錯的話，應該是虎風散吧。因為這種毒藥無論何時服下，必定在夜間時分發作，而且這種毒藥發作突然，事先絕無徵兆。哎呀，九爺果然行家呀！而我呢，以為他中了迷毒，自然就不會提防於你，這樣你就趁機從我背後下手，將我制住，以免我會逃脫。九爺果然聰明啊！接着，你或者殺了我，或者逼我喝下這毒酒。總之，讓我徹底失去反抗的能力。接着，你就靜等時辰的到來，對吧？你們二位的武功，我確實很忌憚。
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。你果真是好厲害呀！不，我这叫一箭双雕啊！哼，可我还是一点都不明白，杀我是为了灭口，那杀他呢？难道你们不是同伙？我也知道，两位都是英雄豪杰，不该死在我的刀下。这样，全天下的人也没人敢相信。哦，那我倒想弄明白，你这么做是为什么？为了一种神聖的信仰。哼，神聖的信仰？你这种人也会有信仰？卖过啦！卖过啦！卖过啦！蓝九爷，你看这是不是很有趣儿？是很有趣。两个江湖高手钻进了自己编好的圈套。蓝九爷是个聪明人。我明白，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。你肯合作，那最好了。你要答应我合作的条件。你恨杀鸡欺骗了你，你想让他死？他一定得死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无论是谁被别人欺骗了，都会痛苦。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物，那简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。杀鸡，你看这事该怎么办？我看他不会真心跟我们合作的。杀鸡，你知道蓝九爷对我们很重要。好，为了圣教，我杀鸡死而无怨。蓝调，你可得说话算数。杀鸡，有如此勇气就足够了。蓝九爷，你都看见了，你要是不肯合作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只是觉得，像杀鸡这种连自己老婆都不顾的人，居然能够为你们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看来教主的確施教有方，我也悟出一點，你是一個可怕的人。多謝誇獎，我的馬車就停在外面，你想不想跟我走？好，我跟你走。不過，我要跟燕大俠道個別。好，放開他。是。燕大俠，真沒想到，咱們是殊途同歸，落得如此下場。咱們陰曹地府再見。燕小友，你又如何打算？他和這些事情沒關係，你放他走吧。你這是在求我嗎？就算我求你，你自身難保，還在惺惺作態。我不明白，
你为什麼連一個無辜的小女孩都不放過？你當然不明白。你如果能明白，也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了。來呀，把他們押走。是。先把蓝九爺帶下去休息。我知道你心高氣傲，輕易不會服人。現在他就在你眼前，就盡情施展吧。姐姐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你不是約他來試試嗎？你覺得他配嗎？你我姐妹多年，你的心思我能不了解？現在他在這兒。他的刀也在這兒，你現在可以殺了他，也可以帶他走，只要你能讓他不與聖教為敵就行。住手！你不能殺他，他真是來殺刀爺的，和你沒什麼關係。南天星怎麼會把這麼一個笨頭笨腦的人帶在身邊呢？你想救他，那你肯替他去死嗎？我肯。你肯？哼，可惜你不配。你們先把瑪瑙帶出去。是。我要是殺了他，你不後悔？你花了好多心思了解他，對不對？哼，我還是別壞了姐姐的好事。你和他畢竟做過幾天夫妻，你讓我動手，我於心何忍？你不用逼我，我只是好奇，你一再放過他，難道你真的舊情難忘？你太放肆了！我只是關心你，你還是關心你自己吧。你不要以為你是血羅漢的女兒，有法王的因陀羅令牌就怎麼樣了。我一再忍讓你，只是為聖教的大局着想。我也是為聖教着想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謝謝姐姐教誨。你醒了。我知道你非常恨我，我只恨我自己。以前的事都忘了吧，那些对你、对我都没有好處。该忘的我都忘了。百花冒充我的名義約你，你居然來了。
你还是回中原吧。莫七，在。你带几个人手，用我的车把他送走。是。送到哪里？当然是送进地狱。啊，那个玛瑙怎么处理？把他先押到达卡那儿去。去地狱。你还有什么事不明白？我原以为燕逍遥是你们雇佣来的杀手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，彪哥珠宝被劫一事是你们干的。你就是为这事儿到这里来？哼，彪哥的这次中原之行，2000多里的路程都平安无事，可是单单到了葡萄城，人马却不知去向。彪哥他本人也崩溃瓦解了，这个谜当然就在葡萄城。蓝九爷果然神机妙算。哼，没想到有人竟敢在虎口里拔牙。能把虎牙定于虎胆，如果虎牙被一颗颗拔光，他还怎么得威风？说，地狱在哪儿？不说是吧？不说我就杀了你。东城门外，玉门关方向。我懂你的心思，换成是我，我也会为难。不管刀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他必定对你有恩。孔雀刀真那么重要吗？谁持有孔雀刀，谁就是我们的教主。可惜的是，这把宝刀流落到西域，被定远侯班超所得，据为己有。从班超到刀爷，我们多次提出用金银珠宝来交换，他们就是不肯。所以，我们出于无奈才出此下策。蓝九爷，你明白我的用心吗？侯爷，什么事啊？据可靠消息，燕逍遥、玛瑙和蓝雕都在天琴的手里。你看他会不会把他杀了？这说不好。我看不会。燕逍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
我们这是去哪里？別問那麼多了，不是上天就是入地。玉，放了燕逍遥。燕逍遥已经下了地狱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想陪他，还是帮我们？可是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用处。你知道孔雀刀吗？我也是听你第一次说起，在这之前，刀爷对我们就从来没有说过。玛瑙，你的毒解了。我知道你是谁。你身上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。你的衣服是用素荷花熏过的，这种香味我只在你的身上闻到过。他是谁？为什么来救你？別問那麼多了，我們先回百花屋吧。但你至少知道刀爷的一些秘密吧？我怎么才能帮助你们呢？一，查清孔雀刀的下落，比如说孔雀刀藏在哪兒。只要我们得到孔雀刀，我们就不再为难飞驼商队，更不会加害刀爷。你覺得行嗎？還有呢？逼他交換。交換？怎麼交換？我們曾經試圖用金銀珠寶來交換，他不動心。如果他再不肯歸還孔雀刀，那我們就會不惜犧牲任何代價來摧毀整個飛陀商隊。飛陀商隊兵多將勇，你們很難下手啊。你放心，我們自然會有辦法。所以，我們在得到孔雀刀之前，絕不能讓刀爺有任何閃失。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對付燕逍遙了。我現在非常想知道，燕逍遙怎麼樣了？你如果不怕下地獄，很快就會見到他。我當然不想下地獄，我只想問他幾句話。你想問什麼？我想問問他，中毒的感覺如何？他中了虎風散。1個對時之內沒有解藥，他就會功力盡失，形同廢人。如果他吃了解藥呢？你想說什麼？哼，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輕而易舉就下地獄的。你好像很了解他。我並不了解他，但我至少還了解我自己。你什麼意思？我已經覺得他現在從地獄回來了。
你做夢。哼，我已经听见从地狱返回来的车马声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燕逍遥的鬼魂此刻就在这辆马车上。谁？是我。这么快就把燕逍遥送到了？我正送他去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可是下地狱的不是我。燕逍遥，我还真有点担心，怕你回不来呢。我怕你耐不住寂寞。有美女相伴，我怎么会寂寞呢？看来是我低估了你们。你下次再下毒时，记住，最好先砍断我的双手，至少你也该先搜搜我的身吧。哼！是他给你的解药。蓝九爷的解药果然神奇。其实我也不愿意欠他这个人情。什么时候？就在你眼前。不过那一巴掌打得也太重了。你们本是一对仇敌，为何？这我也不知道，你去问他吧。如果有了燕逍遥，哼，纣奴就多了一个对头。燕逍遥，你的刀在这儿，要杀就杀吧。动手呀！我现在不想杀你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并不是传说中那个可怕的刺客。你马上收拾东西，离開西域，永遠不要回來。我哪兒也不去。本來我是希望能夠和你成為朋友的。我們現在也可以做朋友。條件是我出賣刀爺。如果我要帶走他呢？那不關我的事。